香港人打牌咪好迷信嘅，咁啊有啲偏方啊、禁忌啊。我而家咧就做足晒啲衰嘢先，咁啊睇下贏唔贏啦。然後之後咧我就做足晒啲迷信好旺嘅嘢，咁啊睇下個賽果。地獄黑仔王，特登着黑色衫，嗱穿窿褲，袋唔穩嘅啲錢係，仲有穿窿襪，嗱特登揾嘅穿窿襪，放把鉸剪喺台度，剪自己啲運氣，同埋書包啦，嗱書包必備嘅。書包Big Zero 啊，零啊，零番食唔出糊零番。 ，zero 零。係啊，我 keep 住食呢啲最撚黑。總之咧就做足晒所有黑仔嘅嘢。啱啱紅色嘅太旺啦，紅色把鉸剪，而家換把黑色。你仲唔死？係少少唔開心。我要發生一個倒寫籌碼嘅儀式啊！拗㗎啦！冇食天糊啊打呢個，有冇人試過啊？康早嘅先食完啫嘛就係。但係冇換牌嘅。有啊，誒冇換牌我都食過，我都食過。請冇換牌都食過。都真係好難。尤其是我望到自己而家呢個牌。嗰鋪醬唔係多搭嘅。我天丁啊！我天丁啊！喂，天丁叫。俾喂吹啦！俾啲手嚟啊！你啱喺度講緊天丁，你天丁啲乜啫？唔係特登嘅。天丁啊喂！係咯，趕啫喎，關咩事啊？係趕啫喎。天丁炸丁路德金。剪。哇，開始係咁講嘢，咁剪會唔記得？剪佢唔記得。三得個三，六得個六，剪三二如六，三三歸剪三四一5、6、7、8、2、5、8。258、147，打咗啦冇啦3、4、2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食男啦仆街，有本事。食就好笑啦，覺得冇咁易係啊，嘅。正所謂男不幸，係咪先？哇，阿苗你幫手吹啦喂，但係你吹晒過嚟啊，大佬， ，1萬。好 Q 啊！你啱過1萬。會記得嘅。 1萬。死啦！我覺得我會聽。你聽啦1萬。剪我走啦。唯一堂6萬5索1索1萬唔得啊！二索咧，二索咧， 2索都唔得。大平底冇換牌嘅天丁係45，跟住咧就當獨獨啦，同佢一齊拍呢個特輯，我以為今日終可以贏林獨婆獨啦。 2、4、6、8、10子天丁冚手嗰啲咯。啊，冚手60、70、80、90、97。而家講下呢個環境先。地獄黑仔王打完上半場啊，我哋點算下？376。 9頂你個肺啊！係暫時係贏最多嘅上半彎，300幾番啫。呢個套裝咧就係全部紅色啦，咁同埋啱啱嗰條穿窿褲咧換咗條好大嘅褲啦，習俗叫大富大貴啊嘛，紅襪啊，好多粉絲都會好中意睇下林要咁樣啊嘛，要咁樣擘開。係。嗱，紅色底褲啊，少少咯。同埋咧買咗包旺旺金戒指、金錶，即係嗰啲咩啊，穿金戴牙、金曜石啊，金瑤石催財嘅。貔貅有淺淺嘅貔貅，黃水晶又係催運嘅，有個習俗咧就係話咧袋好多利是喺身度咧，插晒出嚟咧，都係增加好運嘅方法啊！約炮下半彎贏多啲， 3、3、3、3、4，係啊，6啊，哇正啊放題。 6、1、6啊，哇！好嚟啦，奶啦，碰共丁
高木。波死下，哇死兩次，我真係唔打啦，我收翻入嚟啦。三號。喂，屌你，我收緊埋真打啦。你咧？花紅中底丁積我即刻，收翻入去嚟，擺到明知道，哎拜拜。有冇五同？跟住一個槓，跟住暗路笑1、2、3，運腰30、 sorry。 30、40、50、57。三啊63啊， 246啊，我贏246，即係證明即係證明你着咩衫衫都好黃。着咩衫都影響唔到我。係即係證明自己實力係非常之強。唔係實力，運氣啫。運氣就唔好俾啲衫影響。總之咧就係、最緊要係個心態。你基本上你着晒呢啲超黑嘅嘢，俾人搭晒膊頭，又唔係一定代表輸喎。反而嗰陣又摸到幾寶大牌，又天丁又成。結果就係、結論就係唔使迷信咯。你個心態贏，你就係會贏。拜，投完，恭喜發財，拜拜。